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30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车清明连假，高铁台中站收到紧急信号，爱3班车赶紧打动啊！赶紧查到一个23岁适龄的大学生侵入系统。高雄一个警察偷起来报案的查某人，佮用 AI 解读，互检方起诉。市警局嘛记2支大哥免职。宜兰一个查甫人甲人有毒品的纠纷，互关起热台，嫌犯甲人送到病院急救的时已经无喘气，警方已经抓到3个嫌犯。来看这个月初5清明连假，高铁的台中站是接到无线电的紧急信号，要求3班列车赶紧打动啊，嘛造成车班延误48分钟哦。落尾是发现讲是无线电的信号参数防盗用，这案是涉国家级的公共安全的危机。检警队长伫台中抓到一个23岁适龄的查甫大学生，伊登记入侵高铁的系统哦，昨信后是防以违反刑法甲公共危险罪，佮有铁路法10万块交保。高铁嘛，当个你成功是安怎破解？敢有耐心通话规？上班的时间，坐车的人也是真多。高铁台中站是全线第2大站，不过今年清明连假期间，4月初5暗时11点23分，高铁公司接到台中站维修部门发送紧急信号，航空中心应变要求3台列车紧急动车，拢总5点延前48分。后来追查才发现，无线电信号的参数防卡片盗用。正常行驶，然后你突然急刹。他接收到了那个误判讯号，你急刹了，然后你行驶，你可能在干嘛，没做好，可能撞到了，就会有一些受伤。高铁公司第一时间随赶紧联络发信号的人，不过对方讲话是真矛盾，而且无甲因讲是安怎要警告，就随关机。煞尾通报铁路警察局，还有刑事警察局侦办。警方专案小组调查所谓卡车，还有电杆了后，锁定一个23岁适龄的大学生涉案。23前往桃园甲台中移大的所在敲吹，当场查到11部无线电，还有电子设备。我们迅速锁定林姓犯嫌，设有重嫌。在28号的时候，持法院的搜索票到他桃园跟台中的住处搜索，他是有去考这个我们相关的无线电的证照，他声称就是好玩，然后有成就感这样。检警强调，这个大学生有无线电的证照，用恶意的软体入侵无线电信号的参数，已经涉犯到铁路法、还有刑法。公共危险罪，还有妨害电脑使用罪嫌，也到暗时讯后以10万块交保。检方拘提林姓被告，并搜索其住所等处，查扣无线电及电子设备。经检官讯问后，认被告涉犯铁路法及刑法等罪嫌，罪嫌重大，但无羁押之必要，予以10万元拒保。高铁公司表示，启动警告需要经过特别的验证程序。启动警告需要特别的验证程序，就算讲是高铁内部的人员，若是无经过专业的训练，嘛无法度启动。嫌犯到底是安怎破解，是毋是有内鬼，要个等待厘清。也若像是嘛，甲这个大学生提告，追究法律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市的3名1分局，一个姓杜的查甫警察，对112年的7月开始偷袭查某的报案人。佮利用 AI 技术来解读，代志是伫去年底曝光，这警察方记告调职，检方2次侦结是以违反个资法定罪，甲伊起诉，嘛更且判伊重判伊3年半。市警局早嘛改记2支大告免职。高雄3名1分局一名姓杜的查甫员警，去年9月，被逼出利用职务上的利便，对女性的报案人偷袭相片。分局虽甲人记告调职，也报请高雄地检署侦办。检方调查，姓杜的员警对112年7月起，透过处理非道路交通事故甲手机无去等案件机会，找借口讲要检查详细，也是搜证，偷袭被害人的现卡甲贵人卡，甚至阁走去找被害人，爱其烫衫穿少少合翕，尾手阁甲这相片透过 AI 解读。拢总有6名受害者，检方2次侦结，按照违反个资法起诉，求刑3年6个月。本署检察官认为，这个远景设有这个利用公务上的这个权利去不当的收集个人资料，以及不当的利用个人资料设有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的部分依法予以起诉。去年逼出偷袭的代志了后，姓杜的警察就互调去警备队加强管理考核，不止个外界质疑，为什么无随甲人开除？对此，高雄市警局表示，正因为案件也搁伫咧调查，因此是先记告调职，2次检方起诉了后，伊嘛随做出定处。涂员身为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情节重大，
且严重影响警誉，本局即刻予以一次记2大过免职，断然淘汰。检方强调，已经把4道警察的手机甲相关的电子设备拢送去做数位监视，目前无发现相片有流出去的情形。身为员警，竟然做出这款的代志，检方除了建枪法院加重刑责，当判有期徒刑3年半以外，也并可罚金30万。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郭永昌报道。来看宜兰县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亲像家人有毒品的纠纷，互关伫5家一间邻家厝内底哦，佮险啊互拍死。嫌犯甲人送到病院等的特别走，也毋过其中一个互警察抓起来，警方继续追查，即马警方已经抓到3个嫌犯。监视器画面看到2个查甫将姓陈的被害人送入去病院，用轮椅塞入去急诊，随搁离开。姓陈的查甫迄阵已经无喘气甲心跳，病院急救的时发现姓陈的查甫身躯顶的外伤应该是风拍造成的，经报警处理。唔无飞啊，唔无飞走，最少留一个，你再去一个去停车啊，伊讲伊要停车，2个拢要去。我唔啊。我唔好走嘛。民众表示，2个人甲人送病院了后，其中一个讲要买薰就离开。姓陈的被害人迄阵面已经拢无血色啊。警方协报了后，先抓到留伫咧病院姓简的查甫，佮继续追查，甲另外2个涉案的查甫抓转来。经过调查，姓陈的疑似是因为买毒品欠18万的小，互嫌犯拘禁伫咧5家一大面体，甲伊虐待。查明许姓及简姓男子等3人涉嫌于前一日将被害人逼进殴打。随即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姓陈的被害人是因为互拘禁10多点钟，受到凌迟，造成金马用改症，经过病院抢救，目前已经恢复生命现象。那检察官是以杀人未遂的罪名申请羁押。那法官讯问后审酌卷内的所有卷证，认为有重罪逃亡之余，而且有串证的之余，所以裁定准予收押禁见。警方调查的时，3名涉案的嫌犯讲话反起反倒。检方调查了后，发现其中1名姓简的查甫涉案程度不足，就甲释放。剩的姓简甲姓柯的查甫涉案情形重大，以杀人未遂罪申请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赖总统出访施瓦蒂尼的行程哦，因为中国施压非洲3国取消飞航的许可，所以只好取消。外国媒体彭博社佮指出讲，咱国嘛捌向德国佮捷克等欧洲国家来提出过境的请求。也毋过哦，德国政府是认为，互赖总统的专机降落会有危险哦，会有问题，所以中国方面嘛有施压，所以德国佮捷克拢无答应。咱的总统府甲外交部嘛强调讲，行程的安排拢以安全佮谨慎为原则来安排的。总统，请问德国跟捷克有拒绝我方过境吗？听听问会，总统赖清德无停乱，因为外媒彭博社报道，赖总统原本要访问施瓦蒂尼行程伫中国施压非洲3国取消飞航许可了后，咱展开48点钟的紧急应变，向德国、捷克等欧洲国家提出过境请求。报道指出，德国总理梅尔茨也知影这代志，不过德国政府认为，互赖总统专机降落会有问题，而且中方知影德国咧考虑的时阵，也敲定为施压，最后德国甲捷克拢无允准赖总统过境。元首出访受阻，主要是因为来自北京的施压。我们非常的感谢有诸多的友盟国家在过程当中协助我们。本案相关行程安排，外交部均秉持安全以及专业原则审慎规划，并与相关各方持续保持联络协调。基于飞航安全、整体行程以及任务顺利推动等多重考量，外交部对相关作业细节没有评论。总统府甲外交部拢无正面回应报道内容，敢若强调过程中秉持安全、审慎原则安排相关的行程。其实德国执政联盟之一的基民党、基社党国会议员访问团多伫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会见时阵讲到，中国干负第3国行使防疫管理权限，感谢德国甲友好国家的声援甲支持。既然是这种比较紧急的这个状况，而且是因为此路不通，然后另寻他路，然后又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曝光，当然被拒绝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了哈，可能比较不涉这个德国、捷克对我方的这个所谓外交的这个关系。中国外长王毅最近甲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见面，佮表示，年代第2500号决议已经解决包含台湾在内全6国的代表权问题。咱外交部强烈谴责甲抗议，表示第2500号决议无涉台湾，也呼吁联合国体系遵守中立原则，唔通配合中国打压台湾参与的正当权利。记者综合报道。
前海军的舰长退役少校李雷斯向中共的军舰佮讹了解放军的战力，引起真侪争议。伊今仔日伫广播的节目是表示讲，有法就该办，无法通办就唔免用警棍来刁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是回应讲，相关的修法会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规范，未来范围卖扩大到包括少校，这嘛是已经送立法院咯，也毋过目前草案是搁伫听诉委员会。你不可以讲话，那你就不要说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你干脆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台湾要是坚持伊有言论自由，前海军舰长，也就是退役少校李雷斯，前日去伫中国海军的舰艇，大声喊解放军当咧进步，祖国强大就代表台湾安全等等的言论，去互退伍会批评是反背国军甲国家。这目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限制，敢若下用少将以上。等于李雷斯服役的年资，若达到20年以上，每个月会当领差不多4万5的退休金，一直领到过往，引起关注。如果未来有相关的法令的时候，我们就按照相关法律去做。现在没有法律，你不用来 PUA 我。我们的两岸条例相关修法，行政院院会这边都已经通过了，那现在一直是挡在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没有复委。那我们希望各界都能够支持。国防部配合陆委会提出的修法，已经伫行政院院会通过，不过煞卡伫立法院。中国中央军委会今年扩大庆祝黄埔建校100年，传出哪像甲国民党互行动部直接。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强调讲，若真正有这件代志，会依法来处分。台湾的将领，至少在世的将领之中，没有一个人是念过黄埔军校的。那什么黄埔100年这些活动，说要跟台湾的相关单位来合作举办纪念，这些都是毫无意义。因应目前复杂的外部威胁，立法院内政委员会30针对国家安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进行逐条审查，其中行政院的版本建议鼓吹战争的言论，增订行政裁罚的规定，好知影这个有限制言论自由的记录。这里面有很多钳制了人民的言论自由，或者是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根本就是当年的数位中介法的一个借尸还魂。在国际上，言论自由都是有界限的啊！任何鼓吹战争之宣传，应该以法律禁止之。这个是各个民主国家的共识。那也认为讲，授权予行政机关家己认定，什么款的言行构成违法，等于是予行政权无限扩大。另也表示，世界民主国家拢伫咧防范强调，台湾嘛同款，认为透过加重处分，才会当真正来主动。记者综合报道。昨国民党召开党团会议，讨论国防特别条例，也毋过嘛是无共识。国民党的副主席桂林莲伫会中是质疑立法院长韩国瑜，甲党中央的立场无同，若未当求赢，会来开除伊的党籍。今仔日国民党的立委是要求桂林莲得爱回失礼，嘛烦恼讲军购案恐惊影响到国民党年底的选战。国防特别条例要是无通过，国民党内部嘛传出意见逼清。有党主席郑丽文、党团总调鲍坤琪斗阵推杀的3800亿加恩的版本，还佫有青壮派立委支持的8000亿的版本。国民党副主席桂玲莲质疑立法院长韩国瑜甲党中央的立场无共款，呛讲若是出卖国民党求荣华富贵，特别家的党籍开除，互韩国瑜伫咧面册写讲，伊对党是无亏欠的。嘛，互真侪南亚民意代表老话胡演，前中共董事长赵少康30嘛出面呛党中央。你今天讲这个话，你是破坏党的团结，你还有资格当党的副主席吗？你的恩并没有在你的版本里面嘛。而且事实上，我们当议员、当立委那么久，审查预算，哪有审查一个恩的呢？恩是什么啊？恩是一个不确定数字嘛。审查预算那个数字一定要确定的。那请问基副主席，您是哪个单位？你怎么可以用这样子的态度来面对同样同党同志？我们在第一线处理这么多议题，在处理这么多在野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党中央却不愿意支持我们的立法院党团，也不愿意支持我们选出来的立法院院长。吴建和要求桂林莲回失礼，赵少康佫点出党中央的版本，敢若列3800亿。根本就无纳入加恩的版本。国民党立委嘛指出，两个版本上大的差别，就是伫咧抗白授权，敢有摕到法计师的合约。对于年底要选，特别要选县市首长的话，你当然上面框一个8000，对他们来讲，
他们对选民比较好交代。嘛有国民党立委烦恼讲，家己党内2个版本伫咧9966会影响到年底选战。民进党团表示，守护国安是下党派共识，发挥支持国安的国民党立委就要勇敢。支持强化国安的委员要勇敢一点啊！因为有这么多的讯息让国人忧虑哦，这是不是有就是境外势力就是中共在背后操作？基本上是军购的部分，大概只要很确定的部分啊，台湾民众党都会支持。韩国自5月7日特别召开第4摆的朝野协商，针对军购的金额项目进行讨论。外界嘛关心，敢会当伫咧5月7、8表决通过？王安祥嘛表示，期待朝野会当伫无共当中求相像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要求全面恢复两岸直航哦。中国国台办是个批评咱国政府破坏协议，也毋过陆委会是讲毋捌听过国台办即马讲的这个代志。另外，中国开放福建省民众会当到金门马祖自由行，暂时搁在公告讲嘛要开放上海民众买当来申请。甲镜头下手，有行李准备坐船返去中国。上海旅行团去金门马祖行搭，嘛甲在地旅游业者交流，也到行程结束。同一天，中国上海市文旅局嘛公告，即时上海居民会当申请办理去金门马祖旅游。这嘛是福建开放了后，中国搁开放去金门马祖佚佗的地区。做一个小包团的一个包装，2日游啦、1日游、3日游都有。希望那个台湾这一部分能够也尽快来核准那个我们的入台的签证这个区块。业者希望中央会当赶紧核准，陆委会强调一切按照规定来办理。我们对金门马祖的小三通旅游从来就没有限定说是要大陆的哪一个省份才能够来，那是他们自己在限制东限制西。那他们现在开放了上海，那我们就按照相关规定来办理就好了。也若中国要求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的直航，中国国台办阁讲，这是民进党政府单方面破坏协议，凊彩调整航点的政策，互两岸空中直航倒退路，嘛甲正规定期的直航点改做是手续真复杂、条件真严格包机点。陆委会就驳回，从来就毋捌听过国台办讲这的代志，嘛毋知影消息倒位来的。当然是要以我们的说法为准，怎么会以陆方的说法为准？但世界进前就表达态度，两岸直航的航点有15个，而且无业者提出需求。陆委会嘛捌讲，两岸航线目前大多数拢是台湾旅客单向去中国，也若转来台湾的人客是真欠缺。即马有的航点甲运量拢有够额，无随开放的必要。记者综合报道。证交所连续3档成长哦，去年一档就收到2928亿。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提出证交所来补助健保的想法，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宗良是表示肯定。目前一档大约是需要800亿的补偿保费，证交所拨一半阁有剩。也毋过，有学者认为讲，这恐惊违反着财政纪律法。另外，证交所因为股市起落，所以嘛还无适合做健保的稳定财源。为了要互健保财务影响，行政院政委陈时中建议提拨部分的证交税投入健保，若是提拨50%，会当确保健保20档的财务平衡。就连卫福部长赵宗良嘛表示，希望这个建议会成功。去年的证交税大概是2900多亿，所以如果一半挹注到健保，当然是双手赞成了，因为那个远高于我们每年的补充保费的收入。刚刚提到大概近800亿嘛。根据财政部统计，去年规档证交税总共2928亿，若是有一半拨入去健保，就会当投入大约1500亿。不过有学者指出，陈时中的提议恐惊会违反财政纪律法，因为财政纪律法第7条明定，各级政府和立法机关制定甲修正的法律、法规甲自治法规的时，不得增订固定经费的额度，也是比率的保障，嘛袂当将政府现有的收入用成立基金会方式限定专款专用。如果是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些人的建议的话，那我们的财政就会整个乱掉了。哪一个部会看到了眼红，说钱不够，就马上要把钱拨过去了。我想说这种话的官员啊，可能就是
多半都不了解整个政府的运作。将来股市哪一天不振的时候，证交税会惨兮兮的时候，当做你的裁员的时候，该做的健保的税费的改革啦、收入调整啊，可能都没去做，到时候这个证交税税收不如理想的时候，健保就一定会出现亏损。30大股表现因为宽达股大积电。早盘上悬冲起哩到2215块，起35块。早盘开悬冲起哩上悬来到39848点，一日起超过500点。最近因为台股交易加压，带动证交税成长的动能，到去年已经连3档正成长。证交税是毋是到位健保？因为牵涉到财税制度，恐惊还需要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立联合病院推出电子药单的试办计划，民众摕到药单，药局扫 QR code， 就会当领到药啊。病院嘛推出领药的地图，会当来找附近有啥物合作的药局，嘛会当来先注文领药的时间。民众常常拄到袂记哩领药时间，也是纸本药单放弃，搁爱走一撮病院的问题，对民众来讲是足无方便。即马台北市立联合病院推出电子药单试办计划，互民众免惊药单放弃，搁有专属的软体提醒，甲云端管理等等的功能。民众甲药师拢讲，电子药单互因加足方便。如果人多，可能也要等个15到20分钟，甚至有时候久的要半小时。我就是从医师那边开完药，然后我的手机就可以看到那个 QR code。拿手机给那个社区药局的药师，然后给他扫一下条码，然后我就可以立刻拿到药。假设现在我们导入统一格式的电子处方签，我只要去扫 QR code， 我就可以确保我扫出来的资讯跟医院是同步而且正确的，而且速度很快。另外，病院嘛甲药师公会合作，推出领药地图的服务，民众看诊了后，会当用手机即时找到附近有合作的社区药局，直接甲药局注文领药的时间。你的智慧领药的地图。事实上，你打开手机之后，手机主动会告诉你，你现在人可能在哪里啊？比如我今天出来逛逛街，突然觉得我也应该可以拿个药啊，再回家。这个时候，旁边的智慧药局这些连锁的药局啊，我们的所谓的这个药局就会主动来找你。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嘛讲，电子药单甲领药地图的系统，未来伫台北市稳定运作了后，会搁扩大到新北市建立下区域的领药服务，互民众领药省时间搁利便。记者郭金阳、志光台北报道。再来看桃园市推动学生零生年桃园介健康的计划哦，目前统计对话率大约有70%。也毋过议员是建议讲，会当利用市民卡的 App 来提醒这囡仔，嘛会当来提悬对话率。提牛岭或者是豆岭伫柜台路学生证队免费来换，桃园推动新生妊娠年桃园介健康的政策，统计每礼拜换人数差不多145000人，差不多是70%。你每个礼拜都来换吗？对，我每个礼拜都来换一次，因为妈妈说喝牛奶会长得很高，还会补钙。为什么都没有换鲜奶？因为很懒惰。然后有时候到假日去换的时候都已经没有了。根据学校调查，真侪家长会选择假日暗时来换，有时阵无闲甲袂起哩，也有少数家长有品牌袂输，或者是考虑换时间路途，致使换动力无够等。议员副三社学生囡仔无使用这项福利，有议员建议结合市民卡 App 提醒来换，研查看村的数量。也会透过联络部张贴通知家长，共同养成每周兑换的好习惯。我们跟其他县市相比较是属于略高。教育局表示，会阁韩文国校甲幼儿园加强宣导，提醒学生囡仔定期来换，佮养成定时补充营养的习惯。另外，市民卡 App 提醒功能，智慧城乡发展委员会咧开发，后续研议6日提醒甲查询领记录等便民功能，来提悬换比率。记者综合报道。昨台湾学生联合会指出，讲有69间大专的宿舍，各有宵禁的制度，呼吁讲应该得爱废除。教育部长陈义尧早起直欢迎嘛表示讲，学校会当来透过民主的讨论，找出兼顾学生权益甲安全的管理办法。目前国内还有69间大专宿舍实施宵禁，大校连前一天举行记者会，呼吁大家解读，落实大人自主。早起教育部长陈永尧受访的时阵表示，伊鼓励学生自治、校园民主。学校有宿舍管理委员会，应该当讨论出对时代进步的方法。
学生他们一定会讨论出一个适合这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些方法，学生的权益、跟校园的安全，还有宿舍的安宁，怎么样让它能够有一个兼顾？早起立法院教文委员会审查教育部的预算，民进党立委林怡金质询，即马校园性平的案件愈来愈多，不过性平会卡手并无够。有的学校千外学生，敢若有一个人员，或者是毋是专职的人员。教育部表示，目前有专职人力的大专院校，差不多占4成，会来经费来推动。如果我们连性平都没有办法做好，我想校园里边我们在谈人权教育，那是缘木求鱼。国民党立委郭如君提出 AI 做的图，讲地方要部长要伫2024年讲，108课纲科技领域爱调整来应用新的科技。不过教育部今年2届回文，讲依持目前的课纲。部长会当讲是家己扇家己的嘴皮，而且更较不满的是，因提出 AI 人才丰收计划，敢若接受媒体专访，说伫预算计划一字都无讲到。在立法院讲 N 遍的 AI 人才方舟计划，根本行政院还没有核定啊！各位大学校长，你如果听过我们部长这样讲的话，很抱歉啊，我们可能被骗了。还没有核定，还没核定嘛？但是不能说我们就叫做诈骗。不过，郭如君委员是肯定教育部下底的图书馆，每一间拢有 AI， 嘛进一步替大专院校争取，敢会使伫咧学校内底的图书馆提供爱付钱 AI 的服务。地方要对台卡47间国立大专正副校长表示，若有需要协助，真欢喜甲学校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今仔是伫网络抛出一张家己提请的 AI 的图，经过伊拢着爱学巧的。川普嘛接受网络媒体的访问，强调讲，除非伊拢伫协助的计划会当来化解美国疑虑，无美国是无可能来解除对伊拢港口的封锁。中东的局势真紧张，嘛阁互国际原油的计价搁再起价。布兰特原油期货今仔是起8%，一桶嘛已经超过120块美金咯。这嘛是2022年6月份以来上悬的计价。伊朗一直相比制造核武原料的高浓缩铀问题，佮用远兵之计，想要成功荷姆斯海峡，要谈判后并且佮讲，互川普真生气。伊讲伊伫真实社群发一张 AI 图，就将他靠伫长青的扳机顶悬，经过伊朗爱较巧咧。美国被告做合法人，刚日伊伫北京接见阿提米斯2号太空人的时阵，佮一摆表示，若伊朗答应袂佮付核武就会使。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真成功，对海人应该放弃抵抗。记者问到美国是毋是对伊朗搁进行新一波打击的时阵，川普回无讲是。I don't know. It depends. We have talks. We're having talks with them now, and we're not flying anymore with 18-hour flights every time we want to see a piece of paper. We're doing it telephonically, and it's very nice. 伊朗军方拜三警告，若美国继续封锁的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佮表示，到即嘛为止，武装部队战争拢是咧互外交战破一个机会。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是真收钱。美国战情部代理主计长赫斯特29参加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时透露，美国为开战以来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开大票7900亿。路透社报道，这相当NASA今年的全年度预算。Approximately at this day, we're spending about $25 billion on Operation Epic Fury. Most of that is munitions. There's part of that is obviously O&M and equipment replacement. 行长霍格塞斯甲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接受质询，众议员亚当史密斯逼问政府无经过国会授权开战，到底成果伫倒位？霍格塞斯讲已经摧毁伊朗地下核设施。So they haven't broken yet. Well, their nuclear facilities have been obliterated. Underground, they're buried, and we're watching them 24/7. So we know where any nuclear material might reclaiming my be. time for We're just a watching quick it. second here. We had to start this war, you just said, 60 days ago, because the nuclear weapon was an imminent threat. 另外，这期间即期，美国对伊朗出兵无理由，而且川普总统家己甲美国人家是另外一场中东战争内底，霍格塞斯反倒来批评议员可体。Congressman, you should know better. Shame on you. Calling this a quagmire 2 months in. 这是霍格塞斯为美冲突爆发了后第一摆参加国会听证会，意见所叫来强烈辩护，现场充满灰油味。各指控民主党议员讲战争是蓝图，是咧为敌人提供宣传素材。暗过有议员批评，应该为6个死亡的陆军士兵实际落台来负责。公司新闻洪如明报道。再来看巴林干半岛国家科索沃的国会无伫期限内来选出新的总统，所以依法的主动解散。这个欧洲上小的
阵的国家政治又搁还失乱咯，这嘛已经是当地一冬外来第3届的国会大选咯。欧洲上少年的国家科索沃，伫个调野议员一直拢无法度选出新的总统，就决定要举行冬瓜以来第3摆国会选举。提前选举就爱伫刷落来45天来举行。目前投票日子还无公布，大家拢咧预测应该伫咧6月。Jemi shumica e kuvend. Ata po dëshirojnë të shantazhojnë si pakistë të kërcënojnë. Janë 4 parti politike, të cilat siç e tha dhe ministri i Financave, të gjithë vijnë këtu kur duhet pengohet qytetari. Të pengohet qytetari që të ketë president Republikës ose të pengohet qytetari që të ketë 200 milion euro në pa。人口大概200万的科索沃，为去年2月就因为选举无明确的结果，陷入政治变局。12月提前选举，佮也出宣布人员乌白乱改选举结果，全面重新算票。最后是看守总理库提的政党摕到过半的选票，新的政府才开始起稿。不过1个月早前，佮拄到国家名义元首总统奥斯曼尼的任期结束，国会就要伫28暗时进前选出新的总统。依照规定，科索沃120席国会上无要有80个议员出席，才会当达到法定的人数。不过反对派对候选人无共识，所以因就用无出席来抵制，阻止投票进行。政治的无确定性，嘛已经影响科索沃的经济。嘛，互选民对体制失去信心。Seen that there hasn't been a serious process initiated to elect the new president. We have seen that the governing party has changed its positions daily, so there is no coherence from their stance. And from early on, the opposition parties were willing to reach a compromise because they had evaluated that it was not in their interest to go into new elections, and not only their interest, but also our country's interest. 科索沃过去是南斯拉夫的联邦，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自治省。不过，因的国内有人较侪阿尔巴尼亚的，还有人较少的塞尔维亚的，这双方一直长期咧对立，而且伫咧1998年到1999年战争爆发，北约介入了后，科索沃交予联合国管理，一直到2008年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贝尔格勒一直到今拢无承认科索沃的独立，双方也无解决的关系，一直是巴尔干地区真大烦恼。后面嘛，甲科索沃还有塞尔维亚讲，若想要加入这个27个国家组成的联盟，双方就要先改善关系。公司新闻单秋梅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有民众住伫高雄市区的一间旅馆路尾是伫网络批评讲，伊出门搁登去旅馆，所看到房间的门无锁业者是解释讲有房务人员入去整理过，也毋过隔工又搁讲是锁有问题，搁开讲人客生着真水，所以才会烦恼安全的问题。今仔早起业者是出面回释的，嘛强调讲已经甲钱拢退互这人客咯。观光局嘛表示讲会去稽查。门锁换新的，就惊检测门搁大开。有查某游客23日要住高雄市区的某一个旅馆，2暝3000外箍。迄暝登去旅馆，却发现门开咧。因为半暝无员工伫遐，游客惊甲随用来甲业者反映，业者是讲迄是房务人员入去过，毋过隔工却反讲是门锁有问题。佮个讲，因为迄个游客是水查某囡仔，则需要遮尔悬的安全维护，和游客是无法度接受。伫网络顶讲互人知。这件事其实我当下没想太多，就是我的客服叫我看这个资讯，我看说哦，这女生好漂亮哦，我就想不小心就夸奖了她，只是没想到这个夸奖最后延伸变成是好像有不好的意思，对，不好意思。业者38回讲，伊讲话失言，迄天已经退还旅馆的费用。事后一个查监视器确认，房间是因为门锁旧啊，家己大开。代志发生的时，处理的员工是因为要安搭旅客上去，才会先认错，已经将门锁换新。有类似经验的旅客嘛，分享因迄阵惊吓的心情。有人一直开我的门，我就赶快打电话问那个柜台，然后柜台就说是他们的防务人员，然后他们就说是误会，就是吓死啊！依据旅馆管理规则规定，旅宿业者对于旅客建议事项以及处理情形，应向本局报备，而且对于住宿旅客的生命身体负有保护之责任，有危害时应该紧急通报，违者可依发展观光条例予以处分。观光局人员来到旅馆稽查。观光局表示，会请旅馆说明原因，佮查明是毋是有员工有不当的意图，嘛呼吁业者配合警方调查，加强员工教育训练，提高服务品质，莫佮有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屏东夜市一间卖肉圆的摊，接连续2天封供店。警方表示讲，那亲像是肉圆店第3代头家的查某囝哦，甲前任的男朋友有感情的纠纷，前任闹人去供店，所以摊是乱七八糟。警方嘛已经抓到4个嫌犯。 2到半暝2点左右，2名查某人手提八达落车，对搁较头前的店面行去，无到3分钟，破坏了后就随就车离开现场。屏东夜市知名的肉圆摊，2到2天拢封供店，现场看板，互人讲甲密密麻麻，破去的撇仔有的搁伫桌顶，有的脆皮落涂骹，规个店面乱七八糟。因为2到破坏的状况严重，店家已经报警处理。我只知道他有女儿，可是他女儿不认识。 对啊，不认识啊，从小都在外面，都在外面啊。哦，所以当时在打的时候，你没有来营业？我没有，就休息啊。我困去啊，较放尿，较多2人讲安尼。我那时候2点时候我在困，我跟他讲安尼。 因为警方讲可能是感情纠纷，附近民众私底下表示，可能是犯案24岁姓张的主嫌和肉圆店第3代头家的查某囝有做伙，分手了后，查甫这边想要讲和，不过查某囡仔无意愿，姓张的嫌犯就2早起5点外闹人去供店，因为第一摆只有看板歹去，店头虽换新的起哩，无想到嫌犯2到半暝啊，搁叫人来，甲一寡工具拢供歹去，只好报警。经深入调查，张姓主嫌与店家家属有感情纠纷，因而前往滋事。 为避免事态扩大，警方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迅速掌握犯嫌行踪，并将4人带案侦办。警方昨晚已经抓到4名嫌犯，全部依照妨害特殊和损害罪嫌，函请屏东地检署侦办。这家肉圆是屏东在地已经60年的老店，算第3代要第4代，生意真好，算是夜市知名的店家。进前拢毋捌发生这款情形，附近的店头拢讲足无奈。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有台南市院接到一间国小老师的定情案，有真侪老师指控校长霸凌哦，佮用死鱼仔来考试请病假的老师。也毋过校长是赔回讲哦，伊是好意来关心同事的健康，嘛无刁难请假。即马家长会哦嘛发起联署，表示讲因支持校长。教育局嘛已经开始在调查咯。 台南市议员最近标出某一间国小老师集体定情，指控校长长期集中霸凌，譬像校长捌用死鱼仔考试要请病假的老师，甚至替因太太老体幽怨甲工会做好势案例，讲予老师听。议员批评这个校长病感败落尾，煞无检讨，煞咧找替死鬼，并大强烈要求教育局爱甲这个校长换掉。霸凌的事件不是只有一位，包括代课老师。 包括怀孕的老师，包括育婴假的老师，老师跟我讲一句话：只要他们勇敢站出来，他相信教育局会还给他们一个公道。面对指控，校长出面驳回，讲伊是好意咧关心同学健康，甲强调责任感，毋是无允准因请假。校长嘛针对伊讲话甲无好的所在回实例啊，嘛呼吁受委屈的同事应该要透过正式的管道来申诉，毋是安尼抹黑。可是接下来在招跑常代老师之后，这段期间的 交接部分其实有非常大的问题。关心的过程当中，发现好像很多部分是窒碍难行的，而且我也发现他好像精神不是很好，所以我做了一个比方跟他说，如果你真的身体有不舒服，其实真的可以去看看医生，或是寻求 EAP 的协助。不过家长会有无同的立场，针对学校评鉴成绩无好，家长会质疑评鉴方式过程，所以主动发起联署。这阵全校74个学生有9成的家长支持校长连任。联署书是由我们副会长所领稿，还有我们之间去完成的。他就对于校务的发展，还有对于学校同仁跟孩子们之间，我所看到他是非常尽责。期中考要考1到6课，这位老师9月1号开学，9月16号就已经教到第6课了。我不清楚讲的是不是这位老师，但若是的话，那就是我孩子的老师。教育局回应已经启动调查，除了调查敢有校长欺负人的代志，卖阁去看敢有别项违规。即摆相平一人讲一种话，这阵校园争议嘛引起外界关心。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药山排云山庄哦，最近要找人开出一个月薪水45000块，歇15天，搁包大搁包食哦。也毋过强调讲，着爱毋惊寒，会当来忍受孤单，上好嘛爱有爬山的经验哦。也只是表示讲，因为人真歹请，所以提供较好的条件。也毋过哦，一个月爱连续上班15天，这恐惊嘛违反劳基法。县政府嘛表示讲会去了解。玉山排云山庄的工作人员家己翕影片。记录上班的日常，
若爱摒扫大小的所在，还阁爱提供食食，互来爬山的人看到是真无用。我们每天都会提供最新鲜的食材以及最用心的料理，让我们山友能够完成登顶玉山的梦想哦。白云山庄伫网络顶引人，工课内容包括接待人客、准备食食、卖物件、甲摒扫等等。月计是4.5万起跳，一个月休15天，而且嘛有提供正甲大，引起民众的讨论。如果我年轻的话，一定会很心动，因为它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啊，而且有点像世外桃源。就是有人要在厨房，有人要在柜台。那厨房就是备餐，那柜台的话就是发放睡袋啊、餐券啊，然后要整理那个睡袋。业者表示，白云山庄目前的工作人员是10个人，为了影响来爬玉山的人阵，按算各引2-3个工作人员。虽然引人的条件看落是袂歹，不过白云山庄海拔是3400多公尺，为登山口步练距离差不多8-9公里，爱会动力寒，长时间伫咧山区生活的能力，而且爱连续上班15天。如果纯粹就连上15天，再连休15天这样子循环的话，它可能会不符合规定啦。登山不像是逛菜市场嘛，逛百货公司嘛，你登山的话，然后你还要去执行你的任务，还要背一些重装，对你的体能上真的是一种挑战。南投县社会劳动处表示，连续上班15天已经违反劳基法1个1休的规定，若是有劳工投诉，会做劳检。中山乡都认为讲，这款的工课要是适合有经验、爱爬山的人，那一般的民众都要谨慎考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县的新丰国中的附近哦，保护过路人的护栏最近是规排拢倒去，实在是真危险哦。民众嘛批评讲，这个护栏才装4档尔，品质应该是有问题。县政府是讲哦，因为常常拢会互车去搞到，这会接紧歹哦，会赶紧来做处理。规排的护栏倒甲哩哩啦啦，有的已经断去，对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原底就已经歪去的护栏规排倒去。住伫附近的民众讲，这护栏才装无4年，即马煞变安尼，品质恐惊有问题。快倒！到下午2点的时候，我看到他已经全倒，可是我看电视记录没有收获。他们主动就要来了，那整天在路上应该都有人打电话去了啊。这是新竹县新丰乡新丰国中附近先得嘅行人步道。县府解释讲，这护栏是因为长期互车辆无说离去下着，才会害去的。最近就派人去甲倒去的护栏拆掉。我本府在111年所施作的标线行人警道上方的防撞软杆，那因长期受到大车的擦撞，目前已经倾倒的状态。那本府接获通报之后，将立即先派员做拆除的动作。民众讲，因为这是学生逐日上下课拢会经过的所在，所以安全特别受到重视。希望县府赶紧来装新的保护过路人的安全。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有40多栋历史的大东东海湾三仙台的北港桥，5月初4特别封桥来征收，按算116年的年底地当完工哦。东管处是表示讲，后礼拜开始桥封起来，三仙台嘛等于是封岛了，所以生态会当好好休养恢复。东海湾三仙台岛是国内有名的梨花岛之一，靠这座有40多栋历史的北港桥，连接跨海过岛，是真侪当地民众甲游客共同的基地。行过桥就亲像来到自然的小岛旅游。不过这座桥5月初4下礼拜1就要封桥，有民众看到社群网络的消息，超讲带新加坡的朋友伫封桥进前来看风景，把握机会留下咱的回忆。我就看到，5月4号以后就是要封，就是开始维修那个三仙台的桥嘛，然后都想说，新加坡来的朋友竟然可以看到，看了这个风景怎么样？很特别，我们那边没有的。其实三仙台北港桥已经毋是头一届封桥，伫2017年、2020年甲2022年，拢捌因为地动进行过3个月到14个月不等的封桥整修。这届东海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经过结构技师的鉴定，发现部分桥墩闭起、更娘生身，手锁嘛受掩害，决定进行大整修。而且封桥的时间是10栋内上久的一届，爱封到116年底，预计用当半的时间整修。不过，当地卖场烦恼影响生理，希望东管处多多宣传北港桥头前的石海堡也是会开放给人耍。
其实这一切的作为，其实都是希望说，这个桥梁的这个施工呢，能确保这个当地的生态环境，然后呢，这整个的桥梁维修之后呢，也可以使用的比较久。希望说公告的时候写清楚一点，我们的卖店是开放的。然后历史摊也是开放的。东管处表示，过去伫维修的期间，也是会发现不少民众无守规定偷走入去。不过，爱提醒民众，这届的大整修工程甲过去无同，工地危险性悬，毋通搁走入去。另外，丰北江桥嘛，等于是甲3000大岛封起来，有搁较长的时间莫受干扰，和岛上的生态好好恢复。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的竹徛乡主要是拢种奶子甲奶啊，也毋过因为天气无介稳定，竹徛乡的奶子树敢若开花，拢无结果。有农民一价价，结果是无到3成，奶啊嘛共款即马收成只剩2成到3成。农民向大家来说明，国家来我以为接机到单的状况，涂骹满满一地，拢是第一批接机失败加掉的。农民讲，想讲接经济给大家，但是较好生长的品种，结果接机开花状况也是无理想。伊70公顷的果子园只有成功2-3成。以我的经验，我来看吼是安尼，咱今年这个气候无讲足顺啦吼，雨水嘛足少啊，空气中足焦湿。啊，你开花迄段时间啊吼，因为空气中焦湿，佮拢无雨水啊吼，袂授粉。迄花开起来是真水哦，但是伊袂授粉。除了高只来以外，伫竹徛地区有540公顷的奶子，嘛因为天气的关系，奶子毋是拢无开花，也无就是只有开花无结果。就有农民讲，一家的奶子园开花无到3成，连续2档收成拢受影响，伊嘛是足无奈。像去年花足高，但是嘛是拢无，到尾调无3成。今年是本来看讲加减有花，但是到尾期来拢不过无花啊，因为成果大啦。竹徛农会表示，今年天气影响到高只来甲奶子的生长。目前高只来已经咧办理天然灾害的救助，奶子连续2档拢因为天气影响到开花，农民对续落来产量拢真烦恼，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高雄高校糖厂180公顷的树林，嘛是上清者花金菇的生态地哦。也毋过最近因为高雄高校科学园区联外道路的开发，这块地恐惊会来变更做建地。早起环保团体就批评讲，这个开发案完全违背赖总统在推动的国家级都市内的计划。画面中，这片树林有180公顷，是高雄桥仔头糖厂的地。树林的面积是台北大安森林公园的7倍。这片都市树林是全国唯一坐日温就通看花金菇的所在。有环保团体指出，国土署为着要重新启动1992年核定的高雄新市定计划，要把这块地变更做建地，恐惊破坏上百公顷珍贵的都市绿地。里面的滞洪量等于典保溪花了17年做的3座滞洪池的总量。你毁掉了过去17年，全部打掉重来。那我们看，我们不是反开发，我们看到政府的蓝图是上面都没有留森林，旁边的建地还有350公顷这么多，根本就不缺建地。30届的款团甲小党同齐来到总统府头前呼吁赖政府，因虽然肯定赖清德总统讲要推动国家级都市绿计划，来减轻热岛效应、强化风风润性等等，不过国土署的做法却甲总统的理想相违背，希望莫为着开发来破坏国家级的花金菇都市树林。当然有调节气候跟这个防洪降温的作用，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宝地。可对我来说，它也是亲子生活重要的基础设施哦。1992年的台湾，我还没有热岛效应的危机感。1992年的我们也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气候紧急状态。我们不能一边宣示都市林的重要，一边却用推土机砍伐现有的100年森林，这是对于都市林国家级调试计划最大的讽刺。30下晡就要召开由大总统主持的气候变迁委员会，拍算的公告都市林国家调试计划的具体政策。款团呼吁中央甲地方赶紧停止高雄新市定计划，守护这180公顷的都市树林。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嘛是咱国驻纽约办事处台北文化中心成立35周年。文化部是推出台湾 Pop 台湾上派的文活动，那么做伙来看卖。
变种风hiệu以客语歌甲回报清茶展现自信甲水。这项原自西洋的表演，搭结合台湾元素，要去纽约区的东京大游行，让世界看到台湾的文化。另外，也有武警这出舞蹈作品，嘛要伫纽约区首演，以运用太极拳的动作，呈现在限制当中找出自由的议题。为着要庆祝今年美国建国250周年，加上咱国驻纽约区办事处台北文化中心成立35周年，文化部推出台湾 Pop 台湾上派计划，要伫5月至9月在艺术之都纽约区办一系列的艺文活动。特别是台语歌啊，特别是一寡小记咱台湾人的一寡衫的元素啊，会使互因看到。无时无刻都在突破自己，然后找到自己，在限制之中，在困难之中找到自己自由的空间。文化部长表示，咱台湾发展到今受到美国真济帮助，希望用艺文交流的方式祝福咱的友伴。那美国在台协会是强调，每一个世代都有维护自由的责任，未来才通继续繁荣发展。战后这一代亲眼看到我们战后非常贫穷，然后接受美元，回头看你们会发现，台湾终于走到今天这个状态了，非常骄傲。I would like to share a quote from one of our founding fathers, John Adams. He said, "I must study politics and war so that my sons may have the liberty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in order to give their children a right to study painting." They remind us that each generation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to safeguard freedoms. 那表演艺术，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等人，卖去纽约区参与艺术对谈，卖有台湾作品的艺术家，会伫咧保育美曲街头艺术节展现创作。文化部期待通透过不同形式呈现咱丰富的艺文能量。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中国的串流平台宣布讲，要发展 AI 艺人库的计划，嘛讲有上百个艺人已经授权，会当用因的形、因的声来做虚拟的角色，会当来大大增加演员的作品哦。也毋过这款讲法是引起真侪批评。中国串流影音平台爱奇艺的创办人兼 CEO 姜武，20日爱奇艺世界大会上讲起 AI 发展，表示有117位演艺人员同意，高授权甲爱奇艺 AI 影视平台纳豆 Pro 合作，加入艺人资料库的其中成员。也就是讲，未来爱奇艺的 AI 创造虚拟角色会当使用合作艺人的肖像甲声音生成。姜武也讲，透过 AI 会当互演员的作品，为一年2到4部提升到上悬14部，也会当得到像上班族同款的生活节奏。消息指出，引起中国网友的强烈谴责，认为这款的做法是减少真正演员的工作机会。也有人批评 AI 演戏真歹看，敢将观众当作戆仔咧。爱奇艺过长工的股价更加是大落，高层赶紧出来拍火。我们并不是现在将演员的形象去做授权，而是我们让 AI 创作者和演员之间能够在 Nato Pro 上建立更快的连接，使得他能够找到有意向的演员去参与到这个AI 作品里面来。但记住一点，技术是技术，商业权利就是 commercial rights 还是 commercial rights。受到争议，也有电影 SBS The Gram 利用 AI 技术，在得到主流的授权甲支持之下，用已经过身好莱坞10部名册《方季莫》歌华演出的时间1点钟17分，电影有各片子推出，引起业界强烈的不满。尤其好莱坞演员因为演员都以 AI 技术就治疗无演来已经过身的名册中属，佮担任要角，恐惊有更较侪演员会互取代。AI is not an adversary, it's an ally. It just has to be used properly. And that's what I encourag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as a director, it's my job to make sure that no actor ever feels afraid. And I just encourage them. 镜头转到南亚印度宝莱坞，拍电影的现场，我阁是连机场记帮甲导演指导演员的各种声音，你是电脑拍字声，甲宗教行为有关的印度电影。摩洛耶纳当咧拍片中，其中一幕派一座山飞过的场面，也以 AI 完成。长久以来努力伫打造超级大名册的经纪公司，即马当咧做打造数位大名册。I mean, in CG, it will require 80 to 100 animators to complete full length of movie, like 90 minutes of movie. So it will require 1 year, almost 1 year of time. So here we can do it with only like 15 to 20 animators, and within like 3 months or 4 months max to max.
印度电影的年产量是世界第一，串流平台的事件造成电影制作成本防压缩。市场分析机构指出，为中长期来看 ，AI 有希望让印度媒体甲娱乐公司的营收成长10%，成本降低15%。印度的电影工作者承认，以 AI 讲代志欠真精美，也毋过也认为，若无 AI 就无法度看到更较好的电影。公司新闻新罗北编译。下晡晡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华岛地区，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